这里是酒池肉林，我不是装一成太子，在树林里被三皇子李长河勾结庄贵妃那个贱人给刺死了吗？难道我又成功了？本父就你这废物，也配和三皇子争太子？皇兄，滚开！臣妾实在是对不住。你要是不死，我就做不了太子，做不了太子，我就登不上皇位，登不上皇位，那我如何才能够接统天下呀？太子殿下，过来呀！上次穿越啥都不懂，三皇子李长河让他未婚妻徐思思故意勾引老子，老子正打算办事儿，结果他就带人赶到，让老子身败名裂，惨死收场。徐思思，太子殿下，这酒池肉林别有一番风味，不如我们待会坐在这里。太子殿下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就不想让奴家让我们放松放松？这里要是不行的话，去太子府也是可以的。今日是大周的哪一年？大周万圣7年呀！太子殿下，别转移话题呢。真重生回到李长河陷害我之前，没错了。说吧，李长河那个废物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接近本太子？太子殿下，奴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听不懂？告诉我，是不是李长河这个废物正带人赶来这酒池肉林呢？啊，想给我扣上天无丞相之女、三皇子未婚妻的罪名？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李长河那个废物得逞。所有人给本太子听令，马上传太子府禁卫军封锁这酒池肉林，任何人不得闯入，闯入者乱棍打死。太子殿下，你想做什么？太子殿下，放开！放开我！我今天就要尝尝三皇子未婚妻是个什么味儿。林子夜，放为什么来？一次烟，你个废物！他是疯了！徐思思是本皇子的未婚妻，你这个废物！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，关键时刻一定要拦住他？求三皇子速退，奴才罪该万死。不过此事主要是太子殿下封锁了酒池肉林，以他的身份，奴才哪里敢带人私闯啊！站住！徐思思本皇子连碰都还没有碰过一下。啊！事已至此，请庄贵妃今夜，我也得要他死！林子健，思思，你敢动我的未婚妻，我要你的命！你喊我什么？还敢动手？你还敢动手？我是大周的三皇子，是陛下最宠爱的儿子。徐思思是陛下钦点给我的未婚妻，今日之事被父皇知道，你的太子之位必然被废。你喊我什么？你又打我是三皇子啊！你喊我什么？太子陛下，这才像样啊！我是皇后所生的嫡长子，而你只是一个宫女庶出的贱种。以后见了我要跪下行礼，明白吗？否则我杀了你！如此荒唐胡闹，你们将皇室尊严置于何处？娘娘，陛下最忌讳兄弟相残，李子仪，你敢对长河动手，还凌辱陛下钦点给他的未婚妻，
当真就不怕陛下动怒？这个贱人自己生不出儿子，暗中帮扶李长河上位，还将我不识荒野。这一次，老子要彻底翻身做主。哈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我身为本朝的唯一太子，教训一个宫女庶出的贱货，有何不可吗？至于徐思思，这天下都将是本太子的，我睡了她是他的荣幸。怎么，贵妃娘娘也想体验这酒池肉林不成？我没有，没有，别装了。父皇是不是不行啊？可本太子正年轻着呢，你说是吧，贵妃娘娘？畜生，连本宫也敢调戏，是太子又如何？此事我会如实禀告给陛下，就等着被废吧。你们什么都没听见，什么都没看见，这皇宫日后是谁的，你们心里清楚。只要你们守口如瓶，我让你们以后飞黄腾达。看到了吗，贵妃娘娘？这是在大周，本太子是唯一正。别说是他了，就算是你，只要本太子想玩，谁敢透露半字？李子言，你个畜生！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贵妃。贵妃，这个头衔可不好听啊！你想不想当未来的皇后啊？李子言，父老，陛下，宣三皇子今天。父皇眼光真不错呀！既然那边来人了，那今天晚上就先放过你，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运气了。哈哈哈哈！受惊了。您放心，废物诓不了太久。父皇明日召我进宫，要废除太子。你个废物！等他太子位被废，我就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儿臣参见父皇。长河，来。父皇，长河，以你的才华和实力远超子业，大周交给你会走向更强。朕打算让你当太子，你觉得如何？父皇三思啊！太子之位关乎国本，更何况太子殿下又是嫡储，虽然有时行为不端，今夜又发生了那样的事，儿臣也不敢僭越。那个畜生做什么事了？今夜太子在酒池肉林中作乐，引入了儿臣之妻徐思思，儿臣与庄贵妃上前劝阻，他竟殴打了儿臣，还羞辱了庄贵妃。儿臣恳请父皇为儿臣做主啊！混账，竟有如此之事！宣徐思思明日进殿对质，另外让庄贵妃携8名禁卫军候旨。父皇，说到底，太子殿下也是儿臣亲哥哥，望父皇能够从轻发落。他若不喜欢徐思思，儿臣让给他便是。此事朕自有分寸。宣众大臣，明日上朝议废除李子业太子之事，让李子业滚来太和殿。诺。李子业，你个废物也没跟我斗，老子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老东西一心向我，你拿什么跟老子斗？太子殿下，陛下有令，让他滚去太和殿。李长河那个废物一定是去告状，让老子滚进太和殿，跟上一世一模一样，让老子太子之位不保，惨死收场。哼，做梦去吧你！难不成这2次穿越都与你有关？你这个废物就这么死了，还真是便宜。忘恩负义的家伙们！要是再让我穿越回去，我一定亲手宰了你们！
难道你真能帮我心想事成啊？试试，试试，给我一把 AK， 再给我一件防弹衣，再给我一颗手雷。这宝玉还真是有求必应啊！明天老子就带着这把 AK 去上朝。这昏庸的皇帝要是再敢夺了我的太子之位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啊！这太子之位我并不在，只想潇潇洒洒享受生活。结果有些人觉得我好欺负，暗中使坏，想要我一切就算了，还非得让我死。父皇又让我滚去太和殿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三皇子布置好了一切，想废除我太子之位。你觉得他会成功吗？在奴婢心里，太子殿下就你一人。说得好，李长河是个什么废物，还敢跟我争太子之位？这大周看似安稳，实则都是这镇北王率领30万北凉军镇守北城，他的态度可比父皇的管用。而他最大的爱好，本太子恰好有。来人，镇北王3日前已经回京，务必将此信和这个铁球太子交给镇北王。是。三皇子，陛下正在太和殿和3品以上的官员商议如何废除太子之事，日后还请殿下多多提携呀。长命之旨，非你莫属。多谢殿下。呀，李子业，这脚下踩着什么玩意儿？功夫！哎，站住！给本太子滚开！李子业，三皇子可是皇室血脉，你说话如此粗俗，是不是有失礼法呀？滚开！李子业，这里是太和殿，父皇就在里面。太子殿下，你无故殴打老奴，老奴可是陛下的心腹，你就不怕我告诉陛下吗？这李子业荒淫无道，人品败坏，毫无帝王之相。整个皇宫都知道他太子之位即将被废。陛下最喜欢的就是三皇子，今天得罪你，这可是给三皇子表忠心的好机会。他妈叫什么心腹？你不过就是我大周的一条阉狗，信不信本太子在这儿就杀了你啊？杀了你，你觉得皇上会怪罪于本太子吗？看什么看？跪下！我他妈！三皇子，你看着呢。死库，傻逼！记住了，这叫平衡车。回禀陛下，臣对废除太子无异议，请陛下降旨。臣无异议，请陛下降旨。本太子有异议。李子业，陛下还没有宣你入殿，你在门外打破便是，擅自闯入是藐视朝堂威严，是对陛下的不敬。不敬？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简直可笑至极。我是太子，你是臣子。见到本太子不但不行礼，还直称本太子的名讳，我看你是想找死啊！你什么？你肆意篡夺群臣，废除太子。徐丞相，我看你是要谋反。别！此事与徐丞相无关。哦，父皇，那就是你的意思了。大周想要传承千载，就必须选择民主。废除你太子之位也是为你好，让你有上进心，不至于像如今这般浑浑噩噩、混吃等死。你若有所改变，日后也不是不能重新恢复你太子之位。为我好，这种东西也不害臊。上一世老子就是信了他的鬼话，结果呢，转眼便是宣布李长河为太子。自努力用现代知识做出改变，全被李长河抢功。
最终还被李长河给弄死。父皇，众所周知，你有2个儿子，我和李长河，而李长河是个废物，狗屎不如的东西。难道你要立他吗？所以依我看，根本没有废除太子的必要。大言不惭！李子业，这里是太和殿，用这铁疙瘩指着陛下是大不敬。陛下，这太子是疯了，用他手中那个铁疙瘩无辜打老奴，还请陛下给老奴做主啊！太子无德，已是事实。这些年，三皇子为了大周，上北方赈灾，下南方平乱，功绩赫赫，万民称赞。而我们大周的太子殿下呢，你都干了什么？陛下，太子殴打大臣，祸乱良家妇女，还经常出宫去青楼，在宫中私建酒池肉林，奢靡升华，道德败坏，一无是处，于国于民于社稷是毫无用处啊！李总管说的没错，太子狂妄无德，臣恳请陛下另立主君，以固大周国本。太子无德，请陛下立三皇子为太子，请陛下立三皇子为太子，请陛下立三皇子为太子。李子业，我看到了，这满朝文武啊，有人为你说话吗？听说我狗屎不如，那你又是个什么？本太子教训你这个贱种，还需要怎么样吗？啊！你目无兄长，公然挑衅，你是想找死吗？太子马上都不是了。李子业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三皇子才是众望所归，他才是未来大周的继承人。那么用力的转着这个铁疙瘩干嘛呀？不服啊？这满朝文武都在。哎，你不服的话，大可以试一试呀，看看你这个废物哪点比本皇子强？李长河，你这个废物，有什么资格跟本皇子相提并论？你只是一个宫女庶出的贱种，还仿佛想与太子相提并论，这绝对是对大周皇室的羞辱！来人，掌嘴！谁敢？有人听你的话吗？这满朝文武，有人敢听你的话吗？我来。徐思思可是本皇子的人，来的这时机好啊！只要当众指认李子业欺辱他，今天这局神仙来了的不是李子业，你的死期到了！思思，你他妈疯了！打我做什么？父皇。儿臣从未向顾宇大哥争权，但是还有呢？这四处诋毁和儿臣说，儿臣是你与宫女所生，儿臣是不在乎的，但这抹黑了您的脸，而且他还欺辱了儿臣的未婚妻徐思思。父皇，你要为儿臣做主啊！李子业，你真的淫辱了我的女儿！哎呀，你怎么敢呢？我女儿可是陛下只给三皇子的未婚妻呀！你，还请陛下为小女主持公道啊！陛下，三皇子说的没错，李子业不光淫辱丞相之女，还在宫中肆意散播谣言，说三皇子是宫女所出，很多蔡殿宫女在宫中嚼舌根，影响极其恶劣。别诧异，三皇子乃是陛下的血脉，就算是出自于宫女幼中，三皇子殿下无论是能力是为人，处处都比李子业强。他当太子，这天下绝对没有人敢说闲话。请陛下另立太子。请陛下另立太子。请陛下另立太子。尔等真是有眼无珠！李长河那个废物说我淫辱了他徐忠谷的女儿，你们就真信？这明明就是他诬陷本太子的，你们怎么就看不出来呢？啊！哼，小女在此
让他来说。哎呀，你是三皇子的未婚妻，可身子却给了本太子。你觉得三皇子如果上位之后，还会宠幸你这个二手货吗？是选择三皇子，还是选择本太子？你心里应该清楚。爹，陛下是三皇子只是小女子，故意勾引太子殿下，说关键时刻他会带人闯进来，然后将太子殿下的罪行昭告天下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迅速上位取代太子殿下。小女子绝对不敢欺君，所说之事句句属实，毫无虚言。是，你在说什么鬼话？你这个废物，谁给你的胆子呀？敢公然威胁思思！父皇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许思思是儿臣的未婚妻，儿臣怎能指使她做如此？庄贵妃在场，她可以作证个父皇。说的没错，有很多太监向老奴汇报，这件事儿是李子业干的，是他给三皇子泼脏水呀！哎呀，父皇，思思，是不是李子业威胁了你？陛下在这儿，你别怕。爹，我所说的都是事实。要气死为父啊！都说太子无德，我看你们这些人才恶心呢！事实真相都摆在这儿了，你们还不信啊？还要污蔑我？都能要点逼脸吗？肃静！李思思的事情暂先不提，朕日后会调查清楚的。父皇，这人证就在这儿，还要调查什么？这是摆了明了不想让我好过了啊！为了李家的江山社稷，为了大周，为了天下黎民百姓，朕将太子之位给长河，也是明智之举。日后你就做你的逍遥王爷吧。子夜，你也看到了，这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支持你，就算你当上了皇帝，这天下也不会安稳。我不服！陛下都开口，你凭什么不服？就凭老子手上有 AK！他死了！他死了！他死了！哼！你在太和殿竟敢公然用暗器杀人！李子业，你竟敢当众行凶，杀我大周忠臣！父皇，他这是要刺杀您呐！诸位，他这是要谋逆呀！禁卫军，快来呀！李子业造反了！李子业，你想谋反吗？快放下你手中的暗器，朕可以免你不死。否则的话，你就是朕的亲儿子，朕也不心慈手软。太子殿下，别冲动，真的会死的。AK 在手，还穿着防弹衣，老子怕个锤子！子弹打光了，现场直接召唤就行了。死不存在，本太子既许你荣华富贵，就绝不会食言。李子业，还不放下暗器，否则刀剑无眼，死的只会是你。这个废物当真是疯了，敢在太和殿行凶。不过也好，这一闹，长河的太子之位彻底稳。李子业，给我跪下！父皇，既然你选择相信李长河那个废物，那就别怪儿臣心狠手辣了。你觉得是他们的刀剑快，还是儿臣的 AK 快呢？子业，你大胆！李子业，你敢威胁陛下，这是对陛下大不敬，大不敬呀！何止是大不敬，李子业，你疯了！你这是数典忘祖，丧尽天良！我看你是狗急跳墙，我束手就擒。太子殿下，别再闹了，再这样下去就难收场了。我怕个锤子！够了，李子业，这一再纵容你，已经顽固不化，已经彻底完了。就凭你这把暗器，还要威胁朕，太搞笑了！今日朕要用这把天子剑诛了你这个逆子！
看来父皇你是不打算猜了啊！儿臣来告诉你答案。反了！李子业反了！李子业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兄，你不能谋害父皇啊！你们都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动手！护驾呀！上啊！这怎么可能？用枪掳入！今日之事，是本太子与皇上的事，是皇宫的事。谁再敢上前一步，就和他俩一样死！怂货！来人，看好了！护驾，给我护驾！逆子，你是弑父吧？儿臣请父皇让位。儿臣请父皇让位！儿臣请父皇让位！太子，凶猛啊！反了！李子业彻底反了！李子业，你想做什么？李子业，你疯了！敢挟持陛下，还不放下暗器！废物，用暗器威胁，可笑！真杀了那老东西，他李子业必死无疑；没杀成功也是必死。这一局，老子打赢啊！子业，你太幼稚了！你要挟朕，就算你得到皇位又如何？镇北王掌握北凉30万大军，兵力是天下无双。若是得到他的支持，你将成为天下之主了。你今日之举的后果，你可曾想过？用镇北王来吓唬老子是吧？简直可笑！不过事情既然做了，那就让这老家伙心服口服才行。他绝对不知道，一切尽在老子的掌握之中。那如果今日镇北王支持的是儿臣呢？又作如何？镇北王掌握北凉30万大军，位高权重，他是大周唯一的异姓王，听调不听弦。就算面对朕，他丝毫不给面子，他会支持你。可笑！会不会是父皇你没有眼光呢？看不出儿臣的才华？如果镇北王选择你，朕要为今日之事最几招，便昭告天下，退位让贤。父皇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放心，儿臣已经传令朕，最多半炷香的功夫，他就会来这皇宫当中亲自支持儿臣。李子业，就凭你这个万劫扶不上墙的太子，镇北王会听你的调令？呸！痴人说梦！现在跪下，或许还来得及。镇北王一身正气，李子业，你的意思，镇北王会支持你谋反吗？镇北王会选择你这个废物？可笑！若是他当真选你，我跪下给你俯首称臣，再不与你争这太子之位。敢不敢跟本皇子打个赌？李子业，若是镇北王真来了，只会一剑斩了你。李子业只会吹牛逼，如果镇北王真的来了，他还不被吓尿裤子，怎么敢赌？一群鼠目寸光之辈，你们马上就会知道自己的眼光有多狭隘。到时候你们会求着本太子拯救大周于水火之中。就凭你！成河，我说过多少次，一个宫女庶出的贱种，也配跟本太子赌吗？要不是一枪崩死你太容易，我早打死你了。你不要再闹了！这暗器不可能伤了所有人，就算你废了长河，杀了朕，以你的能力，李家的江山最终只能拱手让人。父皇，你就这么瞧不上儿臣吗？数日之前，北域传来战报，蛮族集结100万大军南下，镇北王回京寻求支援。若是皇室内乱，只会给蛮族可乘之机。只要你放下武器，朕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和长河公平竞争。上一是蛮族武器，老子拼命用现代知识证明自己，结果呢，功劳全被这老东西送给李长河了。面对蛮族求和，
栋哥让北域36，还对外宣称是我的题，让我背锅也罢，最后还弄死我，公平？老子气你个鬼！父皇，区满足而已，儿臣只手可灭，怕个毛啊！至于公平竞争吗？这个贱人不配！陛下，镇北王已经进宫了，马上就到。李子业，看来你现在还是分不清局势。陛下一而再，再而三给你机会，可是你不中用，还不赶紧放下暗器，否则你今天就是死路一条！镇北王武艺高强，绝不是这暗器能伤。况且皇宫大内高手无数，太子殿下认输吧。李子业，等镇北王进宫，老子就先刀啊！李子业，投降吧！你死定了！谁死定了？镇北王！李子业，今晚。镇北王，我的父皇一直在储备军饷，就等您来取。镇北王凌霄见过陛下，臣有要事要议，请陛下遣退闲杂人等。好，你们几个把地下的尸体全部拖出去，还有1品以下的官员全部退出太和殿。果然不愧是镇北王，这气势往这儿一站，比试无敌呀！镇北王挎刀带甲入殿，李子业怕是彻底完蛋了。完蛋了才！如果李子业上位，那我们以后哪里有会好日子过？哎呀，是，还是三皇子仁义啊！希望镇北王斩无限制。太子殿下，您快求饶吧！现在跪下求饶晚了。李子业，你今日意图谋反，用手中的暗器在太和殿杀人，还打伤了三皇子，还挟持陛下，你现在还不快跪下认罪！一条烟花就应该撕烂你的嘴！你狗费了那么久，哎呀！哎呀，李子业，你暴躁无常！我不动手打人，若大周落在你的手里，这文武百官、黎民百姓不是落在水深火热当中？一条烟狗还说国家百姓，你再他妈多说一句，老子不介意用1颗子弹崩了你！哎，李子业，你当真要与所有人为敌？如今大周外患不断，定有肆意妄为，制造内乱。当然要遭受我大周的苦。你这个废物，你有资格批评老子啊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见到本太子要跪下，有尊称。瞪什么？啊？还不跪下？这次打爆你的腿，下次我就打爆你的狗头！当然，李子业，你知道这什么地方？如此狂妄！镇北王这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朕请诛杀！镇北王见过太子殿下，果然不愧是当朝太子，够霸气，够凶猛。外面传闻太子殿下纨绔不堪，懦弱无能，今日一见，才知传闻多可笑。哼！镇北王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你都没有给陛下行礼，你怎么给李子业行礼？李子业已经被废，而且他刚才荒唐的行径，镇北王你也看见了，这是在做什么？镇北王，你别被他骗了呀！这怎么可能啊？太子殿下到底怎么做到的？镇北王好像真的要站在太子殿下这边。镇北王，你这是……那是因为你们有眼无珠，看不出本太子的优秀。而镇北王却能欣赏本太子的才华，才会果断的选择本太子。这有何不可吗？就凭你，李子业，你什么德行？我还不清楚。镇北王，别被他给骗了呀！
废物！再多说一句，我弄死你！朕相信镇北王的眼光。长河，你身为三皇子，按照皇家礼数，见到子夜应该行礼。可是你罔顾礼数，那也是活该。今日所议之事，朕决定彻底作罢。陛下，父王，朕意已决。至于你这个阉狗，妄议朝政，结党营私，以下犯上，直接处死便宜。朕下令从今日起废除你大内总管之位，贬为皇宫褒分太监。这些年来，我在宫中得罪那么多人，一旦被你死还难受啊！陛下呀，我是对您忠心耿耿。陛下，三皇子，我是一直站在你您这边，您忘了当初对老奴的许诺了吗？老子现在思绪都那么好，还在废话？父皇没有直接杀你，不就是给你机会不动脑吗？这次把皇子许诺你什么？才个胡说的吗？我他儿臣恳请您将李总管赐予太子殿下，将功赎罪啊！皇兄。既然如此，太子可有意见？这是要在我这儿安插引线，那我可得好好利用一下。父皇，大周现在外忧内乱，儿臣作为本朝的太子，愿意为父皇分忧。放心，这李总管还算个人才，儿臣接纳了。好，朕就依了你，以后李禅英就跟着你服侍吧。事已至此，镇北王，你怎么看？陛下真是英明神武啊！蛮族100万大军正在集结，我北凉30万铁骑不惧死战，但北凉早已10家9户无儿郎，百姓困苦，臣不忍看他们死于蛮族之手，臣恳请太子殿下救我北凉百姓。子爷这个废物，他哪有能力救北凉百姓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我与父皇抽起的军费。你子爷这个畜生，来勒索镇北王！镇北王！军费之事跟太子毫无关系，是何以陛下？本王何时说过跟军费有关？镇北王，何须行如此大礼呀？这北凉本就是我大周的一部分，我乃当朝太子，北凉有难，我定会鼎力相助的啊！那太子殿下，那个东西本太子有的是啊。唉。没错，就是此物，一模一样。有了此物，我北凉军必胜。别说他100万蛮族，就算他来1000万，我北凉大军又有何惧？这只是个小铁球啊！就这东西能吓住100万蛮军？镇北王，此事是否太过儿戏？镇北王，这好像只是个小铁球而已。什么铁球啊？这东西叫做手雷，威力之大，惊天动地。镇北王，敞开了扔，这东西本太子有的是，来一颗，给这帮土鳖见识见识。上次那一颗太过震撼，本王尚未反应过来，这次这颗，本王一定好好感受一番。我操！拉完引线不赶快把手雷丢出去，还在手里拿着，真是个狠人啊！就这小玩意儿，也有这么大威力？镇北王快扔了呀，要爆了！就这小玩意儿爆炸了，那又如何？难不成还能伤到镇北王？不炸，这几颗弹能有多少威力？怕是连一个蛮族士都伤不到。镇北王，你选择相信子夜，就是为了这物？手雷从点燃到爆炸只需7息，最后一息在空中丢出，才能最大程度杀敌。你们给本王看好了。哼。彻
可问你，刚才要是在太和殿上爆开，我们还不都得粉身碎骨？就算是身穿铠甲的禁卫军被这炸了，也是必死无疑啊！子夜，你竟然有如此神武，朕竟然毫无知晓。太子殿下，这是您研发的新型武器吗？太厉害了！没错，这就是本太子最新研制的。父皇，儿臣有如此神技，让您退位，是不是合情合理呀？大哥，我错了，是我眼光狭隘，我确实就是坨狗屎。大哥，我也追随大哥左右，为大哥发手施战。手雷 AK 绝不是凭空出现，李子也肯定掌握了某种奇门异术。要是能够搞到手，今日之荣，将来老子一定要让这畜生千倍万倍的偿还！你给本太子提夜壶，我都嫌脏。父皇，您之前不是说，如果蛮军结合的话，那我大周将置身于水深火热。如果有这 AK 和这手雷，我们还会怕他们吗？如果数量足够多，蛮军不足为惧。陈北王，这手雷和 AK， 本太子每样给你1000个。但本太子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真有如此之多？说话算话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。徐忠谷、庄千月、李长河跪在本太子面前，求本太子拯救大周于水火。还不快跪下，求太子殿下！求太子殿下！求太子殿下！救大周于水火！什么？听不见！求太子殿下！救大周于水火！大点声！求太子殿下！救大周于水火！徐忠谷啊，怎么想都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要跟着李长河那个废物呢？你说思思跟了我，这日后做了皇后，难道你不会吃香的喝辣的吗？啊？庄贵妃，庄贵妃，你说说这，本太子得说你2句了啊！我就是随口一说，你还真跪下了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庄那天在酒池肉林旁说的话，你怕是忘了吧？得罪了本太子，可没有你的好下场哦。哼！子夜，如果你能帮助北凉大战蛮族，今日之事，朕既往不咎，并且朕可以保证将皇位名正言顺传给你。此话当真？那是当然。今日太和殿之事涉及到皇家机密、大周军事机密，任何人不得外出宣扬，否则朕将诛其九族。是，陛下。那镇北王、子夜，我们不如换个安静的地方，好好的聊聊。陛下，臣这次前来主要有要事找太子殿下，臣军务繁忙，实在没有功夫和您详谈。太子殿下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镇北王想要，那自然没有问题。怎么样，美人儿，做我的女人很爽吧？太子殿下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！从今天开始，徐思思就是本太子的女人，谁要是敢得罪她，那就是得罪我。别说我对你们不客气啊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不王，快躲！你看了，快躲！来，快躲！快躲呀！
没点燃。我知道了，就是李子夜那个废物，他是在欺辱我们呀！吓死奴才了！吓死奴才了！这手雷滚进来的时候，你们一个个躲得可真快呀！长河，你可真是朕的好儿子，第一时间把朕推在最前面。父皇，我可生理反应，我不敢啊！父王，我闭嘴！子夜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废物。父皇，皇位给儿臣顾好，否则人炸死！好，真美王来了。看来坊间传闻也不全是假。太子殿下纨绔不堪，奢靡成风，真是远超本王想象啊！本太子每日为百姓操劳，很累的，好好放松放松是有这必要的。酒池肉林很爽的，朕北王常年征战在外，不下来体验一番啊？行了，本王今日来找你是有正事要说。朝堂上的麻烦，本王已替你解决。你答应本王的 AK 手雷什么时候到位？真美王，这可是我的秘密武器，炒起来自然要费点时间，藏得有点隐蔽啊。哎，真美王，真美王！这 AK 威力很大的，很容易走火的。闭嘴！你不给本王，本王亲自下来找。哎，你要干嘛？哎！找到了，这是谁用的？真北王，此枪非彼枪啊！这不是太妃呀！太子殿下，本王刚刚不是有意的。来。没事啊。镇北王真是武艺高强啊，想从你手里抢点东西，属实不易啊。那说正事吧。蛮族南下侵占北域，我北凉虽然无惧，但若真硬碰硬，恐怕会血流成河。太子殿下的武技让本王大开眼界。本太子明白镇北王你的意思，你放心，本太子定会倾力相助的。只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请讲。实不相瞒，本太子早已准备好了手雷 AK， 其中包括了一件秘密武器。但是呢，这秘密武器需要本太子亲自露面，他们才方可交出啊。这镇北王不仅武艺高强，还长得这么漂亮，拿下他就相当于控制了北凉30号铁骑，不仅抱得美人归，这将来皇帝也能做得更安稳。哼，这种机会怎么能放过呀？太子殿下的意思是要跟本王一同前往北凉？这家伙有点不按套路出牌呀！战场那么危险，他竟然主动过去，荒唐昏庸，一定是他故意表现出来的。他恐怕想借此机会笼络我北凉人心。俗话说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又是大周的太子，我理应冲在前线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明日本王前来邀你一同前往北凉。告辞。陛下，三皇子的丧事虽然危及不到性命，但那暗器的杀伤力太强。虽然已经成功取出，但三皇子将来的行动恐怕……
恐怕也会不变。啊！退，滚！父皇，这李子业实在是太过嚣张，他太狂妄了，他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。他只是拿捏不到，他只是篡位啊！此话不要再说了，否则的话，别怪朕不客气。父皇，三皇子，陛下，这三皇子确实是多嘴了。不过说到底，他都是为了您着想。这李子业就算再厉害，可你看看他今天的所作所为，陛下，难道您真的就不管管吗？月儿，场合这里没有外人，朕就直说了吧。虽然名义上朕是大周的皇帝，但实际上这最强的兵权却掌握在镇北王手中，这都是太上皇时期留下的隐患呢。镇北王是强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压制他吗？月儿，你真的不明白？你真的以为这李子业他有这个能力造出什么 AK 手雷？哼！这么多年他在皇宫里的所作所为，朕全看在眼里。他什么德行，朕会不知道？您的意思是？父皇，您的意思是说，镇北王见他是个纨绔废物，易于掌握，特地找来了些奇门暗器助他上位。这镇北王是要谋反呢？长河，此话可不要乱说。你要记住，朕最清楚大周只有在你手里才有一线希望。如今梁蛮之战岂是能用暗器来解决的？可笑！只要北凉不稳，镇北王自顾不暇，李子业就别想活了。父皇明鉴。太子殿下，您轻点，奴家还疼着呢。这就受不了了啊！本太子还没用力呢，这小身板还得加强啊！好舒服啊！太子殿下，你这都是从哪儿学的呀？一个叫萨瓦迪卡的地方。太子殿下，奴家都已经想好了，等我回去，我就让我爹爹多多在朝堂中支持你。行啊，正好我也让李长河享受一下夺妻之恨。不过，太子殿下，奴家有一事不解。说，您是大周皇后所出的嫡子，陛下应该处处都向着您才对，为何总把一些好的机会都给三皇子呢？此话怎说？之前奴家在我父亲那边，还有三皇子那边，多多少少都听过一些事情。听说太子殿下您之前还是很有上进心的，但陛下总是有意无意把一些一看就会失败的事物给您，然后借此打压你，再把一些能够提高民生的事物都给三皇子。此事简单，原因就是当年这个老废从一众皇子当中能脱颖而出，全靠了我的母后。而他登上皇位之后，就联合宫外的情妇将我母后毒死。李长河那个废物，就是老东西和情妇所生的。陛下还干过这样的事情？哎呀，不说这些了。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在太和殿没有杀了他们？因为我要玩，我要让他们觉得他们掌握了一切又慢慢消失的感觉，这比直接杀了他们还要痛苦，还要爽。太子殿下，奴家愿意帮您。帮？那你就帮我也按按吧。太子殿下，这是何物啊？分明不是图纸。太子殿下，这是玩什么把戏？嘿嘿，这是本太子的秘密武器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人想把它偷偷打开，就会启动定时装置，到时候就会。太子殿下，老奴来向您报道来了。李婵英来得正好，进来。参见殿下。本太子呢，向来都是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既然你以后都是我的人啊，那有些事情你是需要知道的啊什么啊？看好了，这个小盒子里面放的可都是本太子的武器制造图，都是我的宝贝。若是他有了闪失，我拿你是问。太子殿下对老奴如此信任，老奴一生无以为报，愿当牛做马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哎呀，跪什么跪啊？都是自己人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
哎呦，我的宝贝啊，可得把你给看好喽。消息查的怎么样？李子业那些暗器到底是从哪来的？暂时还没有消息。不过本宫认为，既然有暗器的存在，那必定也有相应的制造图纸。若是能找到这些图纸的话，没错，有暗器就必然有图纸啊。可以派人去太子府找找看。这个办法倒是不错。不过李子业那个混账，这段时间加强了太子府的防卫，想混进去难度很大呀。这个简单。那李禅英不是刚去太子府报道，他可是咱们的人，找个时间跟他好好聊聊，让他去太子府给咱们做卧底多好。好办法，好。只要我拿到了图纸，我就第一时间倒出手，把李子业那个王八蛋炸得粉身碎骨！哎呀，我腿！好！报！这大事不妙，蛮族先锋大军已集结完毕，由拓跋狂担任主帅，正在疯狂进攻永安城。这时候永安的10万大军已死伤过半，一旦破城，永安百姓危矣。混账！本王即刻赶往北凉，你留下，负责通知太子殿下，让他尽快带着武器赶往北凉。是。北凉那边战况如何？回禀陛下，蛮族拓跋狂担任主帅，利用人数优势轮番进攻永安城，作为战争的中心点，驻守的北凉将士鏖战数日，伤亡大半，其他城想要支援已经来不及了。那李子业呢？他不是说可以替北凉战胜蛮族吗？父皇，您还信那个废物？这些天他整日都在那个酒池肉林中作乐，放荡不堪呢。这李子业嚣张狂妄。之前就在太和殿对陛下不敬，而今北凉战事吃紧，镇北王也分身乏力。出来吧！你们说的没错，镇北王挟太子以任天下，朕怎么会让他如愿呢？这几日朕思来想去，绝对不能再忍了。所以叫你们4人替朕办2件事：其一，去2人把那个没用的贼子给我直接干掉；这其二呢，这些年朕暗中布局。早在北凉军下安下了嫡系，蛮族大军南下，北凉军惨败，这正是朕夺取兵权的好时机。解决完那个逆子之后，你们一起速去北凉，找到机会诛杀镇北王。长河，你做好准备，即刻启程。一旦永安城之战北凉军惨败，马上收复军心。如果诛杀成功，现场直接夺权。父皇。太子殿下，你还舒服吗？爽啊！太子殿下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是有点。按理来说，这北凉跟蛮军应该已经交战了呀。镇北王3日前也答应过我，要与我一同前去，这几天怎么像消失了似的？那会不会是镇北王有要事忘了？太子殿下，老奴有要事禀报。太子殿下，老奴刚得到消息，皇上抓了镇北王的士兵，经过拷问，镇北王3天前已经离开了。这个士兵原本要通知您去北凉的。我操，这下麻烦大了！父皇那狗贼是真阴啊！这上一世蛮族大军与北凉开战，镇北王身受重伤。虽然后来老子通过一些现代知识逐渐扭转了战局，但镇北王自此开始重病缠身啊！不行不行，必须赶快过去。哼，走啦！
大白天的穿什么夜行衣行刺？有毛病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好硬啊！竟然本太子大事！去！太子殿下，被看骗了！为什么看中的男人太帅了！给我上来！王爷，斥候来报，拓跋皇帝这20万大军打算再次攻城，我们还剩多少人？还没有太子殿下的消息吗？没有，王爷，你为何一直执着太子殿下？北凉之战早就超脱了个人力量范畴，就算他来了又如何？对战局也改变不了丝毫。更何况末将早就听闻了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，每日只知道纵欲无私。闭嘴！只需按照本王的命令照办即。是王爷，本王竟然会寄希望于那个家伙身上。哼，北凉战场如此凶险，想必他一定临阵脱逃了吧？就是可惜了那些武器。北凉城即将失守，原来镇北王也不过如此。本帅可以赐你一次活命的机会，跪下投降，加入我蛮族，然后成为我的胯下。本帅可以饶你不死。玉鸾灯，你这么护主心切时，本帅等会儿会当着你的面玩你。都跟本帅上，耗尽他们最后的体力，挑断他的手筋和脚筋。山海导航为您服务，当前时速已经达到了1200公里每小时，您已严重超速，罚款3000，请减速慢行。这他妈是在古代，又不是现代，我操你妹！还有半个时辰就到北凉了，镇北王挺住啊！好一个一杆中单呢，还小看你！四大邪神，未出战，本帅承诺你，如果能活捉此二，今天晚上你们先尝鲜。王爷，你快走，我将军挡住他们。走啊！拓跋皇帝找死！哈哈哈！
是何物从天而降，威力如此巨大？陈北王，别那么紧张嘛，本太子是来救你的。我的太子殿下呀，我不是让你带武器来吗？武器呢？你还穿这么厚重的盔甲，你是来送死的吧？看来我们今天都要死在这。陈北王，这个是机甲，不是盔甲，很强的。胡闹，他们只是无名小卒。我北凉最精锐的3000大雪龙骑全部战死，这才驻地10万，蛮族还有10万大军包围在此。你跟我说用这东西救本王？也罢，有着厚重的盔甲在身，他们也很难上当。本王替你挡着，给本王快跑！想跑？本帅当是何物？原来只是有人穿了一件厚重的盔甲而已。本帅允许了吗？第一次见到这么赶着找死的人。你们俩后退，看我是怎么把他们的嘴撕碎。大周北凉的男人果然死绝了，派个铁疙瘩上场。这铁块这么厉害，连4大邪神都拜了。4大邪神算什么？再厉害也就一堆铁疙瘩，只要大帅出手，分分钟解决他。只是一具铁疙瘩而已，冰冷得很，哪有本帅的炙热？镇北王，你觉得如何呀？你们找死！住手！宰了你们！宰了本帅？笑话！今天本帅要生擒你，让我蛮族的勇士肆意玩弄。周八广，他当老子说话是放屁吧？今天要让你死无全尸！今天要让你死无全尸！这铁疙瘩犹如神兵天降，确实有些怪。不管了，再厉害也比不过我手中的陌刀。一具铁疙瘩而已，本帅又有何惧？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本帅手中陌刀的威力。这次彻底完了，穿这种盔甲，你有何杀伤力？殿下有危险，本王得救他。你们2个自身都难保了，还想救他？我让你们睁大眼睛看看，今天本帅亲自出手，要将这铁疙瘩剁成碎片。大帅手中的陌刀乃是千年寒铁所造，削铁如泥。这破盔甲顶多撑3刀。3刀？大帅曾使陌刀，一人便杀穿本凉300天骑。只要大帅亲自出手，必然一刀反穿。请大帅出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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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既然如此，本帅就亲自出手，让你们见识见识本帅最强的刀法。拓跋狂天生神力，再配上这陌刀，殿下非也。就这破刀还千年寒铁，看看哪个西瓜都费劲，休想伤我分毫！你成功激怒了本帅，你能死在本帅的手里，也是你这辈子的荣幸。去死吧！殿下，挡住了！出招啊！可这摆 pose 呢？啊？怎么可能？我明白了，大帅向来喜欢在战场上戏耍敌人，现在肯定是在戏耍那个铁疙瘩呢。大帅，别玩了，直接弄死他吧！我们后退一些，免得大帅认真便余波起来。殿下，你趁现在快点跑！一旦拓跋花认真起来，你这机甲肯定挡不住的。本王来把你挡好。想要救铁疙瘩，先问问我们同不同意？镇北王，你看着，等大帅解决了那铁块，马上就轮到你。怎么，等不及了？你们给本王闭嘴！戏耍你妹！本帅刚才可是用了10成功力，但木头仿佛跟着铁疙瘩融成了一体一般，让本帅拔不出来。本帅真的办不到。你松手！松手？有本事你自己拔回去啊！就这么点力气啊，拓跋狂啊！该不会是肾虚吧？本帅只是不想使出全力罢了。还不服气？要不然这样，
咱俩比比谁力气。输了的话，你喊老弟这干爹怎么样？那本帅要是赢了呢？要是赢了，要杀要剐，随听尊便。听到了吧？那铁疙瘩竟然跟大帅比力量！大帅可是我们蛮族的第一勇士，草原上的雄鹰，掰手腕可从来没输过。只要大帅认真，不过尔。大帅，狠狠地教训他，让他知道我们蛮族的勇士究竟有多么强大。好，本帅跟你赌了。这混蛋是嫌自己死的不够快吗？还跟拓跋狂比力气，连北凉军作战的厨子都知道，拓跋狂力气大到能徒手捏碎石头，这是自寻死路啊！你想怎么比？简单，你握住这手柄，如果你能一直握住不撒手的话，就算你赢；反之，那就是老子赢。你什么意思？本帅怎么感觉你想坑我？哈哈哈哈哈！对，就这样啊，绝对不能松手！混蛋，你想干什么？看什么？老子让你尝尝我自创的闪电三连鞭！哇！大帅，你没事吧？不用管我，本帅没事。太子殿下也太凶猛了吧！这怎么做到的？本帅就不信了，你一个铁疙瘩，能奈本帅如何？身体如此笨重，刚刚那一击，是不是已经是你全部的力量？接下来，看本帅的了。大帅果然是逗他玩的，大帅要开始反击了。虽说刚才那铁疙瘩的一击很轻大，但以大帅的身体素质不过尔。大帅连血还没吐，大家猜猜，接下来那铁疙瘩能在大帅手中撑过几招？顶多不撑过3刀。大帅必胜！大帅必胜！大帅必胜！嘿嘿嘿。小子，到此为止，本帅不信你还有力气。看好了，闪电三连鞭的第2鞭。废物！老子还能再练几鞭呢！你这个干儿子，老子算是认下了。混蛋！你穿这么重的盔甲，就是在作弊！给本帅拖住他们！去！殿下，拓跋狂重伤，别让他跑了。蛮族后方有种炮台非常强悍，一旦他们调动过来，你这机甲绝对扛不住的。活捉他！去！北凉之威，今日就能解。想要追大帅，先从我蛮族勇士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不好，殿下刚才连续出征，恐怕已经力竭。殿下，我们现在杀出重围的话，恐怕还有活命的机会。好，好有用吗？跟老子比速度，老子先让你500米。撤！殿下，敌人太多了，我们先撤退。本王助你杀出重围。不着急，儿子跑了，我当爹的都不着急。养不教，父之过嘛。殿下，别追了，他已经跑了100米远了，你追不上的。100米，老子让他先跑500米又何妨？难道殿下是想像来时那样飞过去抓他？镇北王，看好喽！嘿嘿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啊？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！哈哈哈哈哈！这赢了？大帅被炸死了。那怪物肩膀上藏的是什么东西？大帅丧死，我们回去也是失之殉战的下场，不如杀回战场，跟他们拼了！为大帅复仇！为大帅复仇！为大帅复仇！殿下，小心！拓跋菩萨，什么时候你也学会用肮脏的招式在背后偷袭了？
见过盘古云神，见过拓跋王爷。别说本王偷袭了，我们北凉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旁门左道，不过尔。拓跋菩萨，你的爱将快不行了，你再不回去治疗的话，他恐怕撑不过3个时辰。哼，传闻大周太子风韵无能，胆小如鼠。今日一见，果不其然，只是一个躲在姬家里，藏在女人背后的蠢物而已。满族军神非同小可，不可轻敌。哼，孬种！那你问问你身边躺着的那条死狗，刚刚是谁被我们太子殿下打得像条丧家之犬啊？北凉援军到，满族鼠辈出来受死。今日战事到此结束，镇北王，7日后，本王将率蛮族100万大军南下，到时候希望你大周的城墙、北凉军甲像你的嘴鼻子一样硬。蛮族军神又如何？老子才不怕他！更何况我还有毒刺没用呢。我，王爷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大夫说你需要静养。听说本王已经昏睡3日，而拓跋菩萨4日后便会兵临城下，本王得尽快派兵布阵，提防敌袭。哎呀，王爷无需担心，只需要静静的养伤就好了。剩下的事交给本太子，之前答应给你的那些武器弹药早已经分配好了，而且排兵布阵你也无需再操心了。至于那拓跋菩萨，他若是真敢来，本太子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物理超速。哦，是吗？殿下，你身体不适吗？没有，就是血抽的有点多，有点晕。这波兑换太多了，得缓一缓才行啊。你受伤了吗？没事，小问题，走吧。太子殿下，三皇子求见。李长河那个废物怎么来了？让他滚进来。太子殿下，三弟终于找到大哥了。哦，现在见到本太子知道贵了。过瘾，老子这是忍辱负重，好让你放松警惕。快滚起来吧。说吧，你这个废物过来干嘛？大哥，我是奉父皇之命，将军粮给你送至前线来的。哦，就在我刚才来的时候啊，看到2个士兵为了一个叫泡面的食物打了起来，我拦都拦不住呀。正好我这军粮可给大哥军中燃眉之急。军粮用你操心吗？带来的东西狗都不吃。大哥，这军粮不都是一样的吗？不就是那个大米、大饼、牛肉？哎，我还带了一丝的点心，都是父皇的心意啊。走吧，镇北王，咱们去看看这帮兵蛋子怎么回事。为了一桶泡面大打出手，还有点出息没有？泡面打架是得去看看，这还是本王的北凉军。这一看就是上手的轻，等老子用军粮笼络了军心，立刻送你俩上祭天！本王只是昏睡了3日，太子殿下竟然连他们的战服都给换了。王爷，不要在意那些细节。于和，于和，刚才是谁打架？给我滚出来！2位将士，我乃是大周三皇子，先前我已将军粮发下，2位为了一包泡面打架，实属不该啊！听我一句，傻逼吧？这是北凉，你以为是皇宫呢？在这儿，我只听我们太子殿下和镇北王的。哼，你就是三皇子呀？啊，你发的那些军粮，狗都不吃。要不是你的人把御膳房的糕点夸得天上有地下无的，老能偷我太子殿下的泡面吗？李长河，大哥，你想死吗？你这个废物还想打本太子的兵不成啊？就是因为你带来的这些垃圾食物扰乱军心，才会使得本太子的兵大打出手。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死啊？大哥，我跪下，给我的兵道歉。你让我给这些普通士兵跪下？怎么，不服吗？
跪一次以来，北凉不过短短数日，竟然能积累如此恐怖的军威。大哥，我错了。老子大老远的呀训练过来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本想着借此笼络军心，建立威望，结果李子业这个畜生当着这么多士兵的面让我出招，李子业，老子一刻也不想忍了，今晚就弄死你！行了，都散了吧，啊！恢复训练。王爷，您看我训练的这支北凉特战队如何呀？假以时日啊，如果给他们配上武器、弹药，在战场上他们便可以以一敌千，信手拈来，很强的。赫赫有名的北凉军被李子业那废物训练3日，见到长官不行礼，不学骑射、刀术、剑术，就连这些玩意儿还敢炫耀，简直可笑！勉勉强强吧。王爷这口气好像看不上这支北凉特战队。那我们打个赌如何？好啊，怎么赌？说在梁蛮战场上，他们真能做到以一敌千的话，你就嫁给我，做我太子的女人。倘若他们做不到呢？那我就将我手上 AK、地雷这制造图纸就藏在我太子府，我将双手奉上。图纸果然在太子府，不知道庄贵妃是否能够联合李成把图纸。好，本王赌了。那王爷现在可以准备嫁衣了。就凭他们，为了一口吃的都能打架，你指望他们以一敌千？殿下，你未免也太过自信了吧？那是因为泡面实在太香了。哎，王爷，要不要来一碗？泡面，本王就是饿死，也绝不会吃上一口。真香！哎，你那还有吗？你给我留点儿。没了。二位，刚才军医来报说玉将军醒来，二位不去看看？他醒了就好。蛮族那些畜生，等我4日后再上战场，一定让他们血债血偿。王爷，本太子都跟你说过了，蛮族的100万大军交给我就好。况且你现在伤势未痊愈，就别瞎操心了啊！走，我们去看看玉将军恢复的如何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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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果然上当。军营中不好下手，玉鸾刀府邸守卫薄弱，镇北王重伤未愈。李子业探病肯定不会带着那些古怪的暗器。等夜色降临，正是厮杀机会。这泡面就这么好吃啊？汤都不给老子！师弟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潜伏这么久还没有行动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师傅从小告诉我们，作为一个优秀的杀手，一定要了解目标动向，获取更多的信息。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要一击必杀。30弟和40弟就是血淋淋的教训。刺杀李子业，连人都没有见到，就打成重伤。哎呀！太子殿下，玉鸾刀伤势很重，但好在性命无忧。我觉得皇帝派李长河来北凉，肯定居心不良。太子殿下，带上。看到了吗？你猜他们多久能发现我们发现了他们？你搁这玩顺口溜呢？等着，敢潜入我北凉军，本王这就去灭了他们。哎，对待这种刺客，杀了多可惜啊！得留下来好好审一审，看我的新型武器——闷倒驴。跟我装什么呀？不就是答应我了吗？啊！
什么？太子殿下，审问出来了。是蛮军过来打探情报的？不是。李长河那废物的人？没错。不过这都是皇帝派来的人，暗地里刺客伺机刺杀你我二人。明面上李长河押送军粮到前线，实则是为了笼络北凉军心，等你我二人出事，他便以三皇子的身份顺利接管北凉军权。哎呀，这男主老板小舅子吧，演的什么玩意儿？是啊，虎毒还不食子呢。这老东西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儿！有镇北王在前线浴血奋战，身负重伤，而我呢，大周的太子，万金之躯，身负前线，哼，竟然在背地里干这么脏的事！哎，李长河那个废物呢？刺客被抓不久，他便偷偷趁夜骑马出城。太子殿下，等北凉战事结束，本王立刻助您回宫登基称帝。等不及那么久了。殿下的意思是？我要让李乾那个狗东西明白，他现在之所以还能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全是因为得到了我的默认。但现在我反悔了，前线战事停止，我要回去当个帝。本皇子返回皇宫，将父皇赐予虎符。军对于蛮族内外和解，这我重臣为君，以此意，老子看他能保你到何时？这是何物？快呼叫！何方妖孽，竟敢冒犯大周三皇子，立刻束手就擒！我亲爱的三弟弟，骑得挺快啊，哥哥差点追不上你了。我坐下汗血宝马，乃是我大周最稀有的马匹，日行千里，与大将军赛马亦未尝一败。你个废物，怎么追得上老子？你那汗血宝马什么逼玩意儿？我这可是黑油宝马。欺人太甚！给我杀！殿下，你这黑油宝马果然不同凡响，我还以为绝对追不上李长河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追上了，爽，简直太爽了！这比赛马的感觉爽1000倍，爽万倍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，本太子送你一辆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王瑶，你不能杀我！王瑶，为飞鸽传书父皇，说是我出事，曲思思必死。你就算不顾我是你亲弟弟，你也得顾你的女人不是？这么说，留着你还有点当人质的用处。皇兄，你不能！陛下，探子传来消息，刺杀计划失败，李子业和镇北王正在回来的路上。另外什么？三皇子被抓，落在了李子业手上。许大人，臣在。朕听闻你的女儿和李子业关系不错呀，如今长河有危险，朕打算借你女儿一用，不知许大人意下如何？陛下有令，就是小女的荣幸。好，朕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就等他们来头了。镇北王身受重伤，此次可是天时地利人和，只要趁机将其诛杀，陛下，您夺回北凉兵权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朕一直忍让，甚至在太和殿都以弱示人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掉以轻心。接下来，朕要让他们知道，谁才是天下之主。提前恭贺陛下夺取北凉兵权。这是什么怪物？如此巨大的怪物，本宫也是第一次见。管它是什么，统统杀掉便是。想杀我，也得有那本事才行。父皇，听说你绑了我的女人，交出来，饶你一命。
好大的口气，想要徐思思拿长河来换！父皇，徐忠谷可是你最忠诚的臣子，你绑了他的女儿，未免有点太卑鄙了吧？卑鄙，只要达到目的就行。徐丞相是朕的臣子，就算献出女儿，那又如何？为了女儿再生个便是。果真是我的父皇啊，心狠手辣。不知道如果李长河死了的话，会不会再找一个宫女生出一个贱种啊？姐，这哪哪里？身为男人，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那你和宫里的阉口有何区别？哈哈。哎呀，父皇，你说我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，可你现在连自己儿子的性命都保护不了，放了徐思思，让我现在就崩了这个废物！父王，救我！我不想死！子夜，朕命你把长河放了！李子夜，你若是再敢动三皇子一根毫毛，那我这把匕首可就会捅在……什么？大声点，我听不见！本宫说，你若是再敢动三皇子，再大声点，我听不见！本宫说，闭嘴！子夜，你倒让朕刮目相看了。说吧，要怎么才能放过长河？父皇，你早点这个态度，三弟不就可以免受皮肉之苦了吗？啊！本太子的诉求很简单，只要长河安全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说吧，让你身边那个婊子跪下来，思思道歉。陛下，李子夜这个畜生肯定是在骗你，你可千万不能相信他的话呀！跪下！陛下，朕命令你跪下！徐姑娘，是本宫的错，本宫刚才该那份对。哎，庄贵妃，这就对了嘛！思思，有没有感觉做本太子的女人很爽啊？李子夜，朕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了，现在如何？本太子说话算话，一起放人啊！太子殿下，你傻不傻呀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是我的女人，我当然要救你。太子殿下，你快跑吧！他们在这埋伏了整支御林军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，你会死的。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啊，父皇，是时候该退位了。就凭你一个人就能让朕退位？你怕是没睡醒吧？谁说太子殿下只身一人？真卑王！本皇子知你有完成之战，身受重伤，今日站出来是要与这废物同归于尽吗？朕还道镇北王去哪里了？原来龟缩在这怪物之中。怎么，你以为加你一个重伤之躯就能助李子夜成功夺权吗？本王重伤又如何？连死2等蝼蚁还不是轻轻松松？你当真要当叛国倭臣，受万人唾弃？镇北王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镇北王，你拥兵自重，不服大周调令，甚至以异姓王的身份染指朝堂皇权更迭，不公不义。不过朕念你说那逆子蛊惑，常年镇守北域，实在是辛苦你了。今日你立刻给朕下跪认错，交出北凉军权，归顺于朕。今日朕可做主，饶你不死，我大周满朝文武皆可作证。镇北王交出兵权，饶你不死！镇北王交出兵权，饶你不死！李子夜，你这个傻叉！为了一个女人，竟然连命都不要了！镇北王被千夫所指，难道他还能继续帮你吗？今天你死定了！你们这群老臣没有一点自身判断能力吗？啊，那个狗皇帝说什么你们信什么是吧？李子夜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陛下所言千真万确。当初在太和殿中，老夫也亏得一二了。这个狗皇帝满嘴的胡话你们也信？
我说你们还真是在颠倒黑白上有几分自己的能力啊！朕所言句句为真，何来颠倒黑白？你说镇北王不义，那我问你，前几日蛮军20万大军来犯我大周，我大周派出过1人去前线吗？20万大军呀！王爷率3000雪龙铁骑兵上前迎战，足足击杀了10万蛮军。3000铁骑兵在战场上1人不剩，遍地北凉战士的尸骨啊！却说王爷不忠啊！战后王爷也没有丝毫怠慢，随时准备迎接蛮族的下一次进攻。而你在做什么？派人潜入北凉刺杀王爷，不义！不义的人是你吧？什么？你们不会真相信那废物的鬼话了吧？当日在太和殿，镇北王无视礼仪尊法，蔑视皇权，任由李子业用暗器挟持陛下。别说是陛下派人刺杀了，就算是起兵诛贼，也是合情合理。李子业倒是小瞧了你了，巧成如皇子方面，你还倒真有几分造诣。李子业，我等忠于皇上，你们之前所作所为等同于谋反，任凭你如何狡辩，也改变不了这一点。你们这群大臣还真是忠心耿耿啊！你们知道这狗皇帝曾经做过什么事儿吗？一句话叫“狡兔死，走狗”。闭嘴，你个逆子，在这妖言惑众！既然想死，朕就成全你。舰队兵，准备！小东太子，我看谁敢！怕什么？镇北王重伤未愈，战力不如从前了。若是换作从前，那朕的确有几分忌惮，可现在不足为惧。四爷，镇北王，死到临头，还在怎么做呀？还有什么手段，尽快使出来！李子业，今日你是插翅难逃啊！镇北王，你身受重伤，若是投降的话，还是有活命机会的。现在投降晚了，子业，之前朕还念几分父子情谊，可是你一次次行径，让朕很失望。今天就别怪朕狠了。父子情深，哼，好你个父子情深呐，狗皇帝！你先是利用我母后夺取了皇位之后，你又联合宫外的贱女毒杀了我的母后。李长河就是你和那个废物所生的。我就说嘛，当年皇后突然病逝，定是有古怪。你看着本太子一天天长大，怕死了吧？心里早都想杀了我了吧？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能要点逼脸吗？这废物平日的所作所为，难道你们不清楚吗？你们不相信他的话？太子殿下，跟他们费那么多话干什么？这些垃圾，本王一剑便可解决。一剑？镇北王，未免太自信了吧？自坚顿阵，现已精通所造，就是金刚剑刃也未能射穿。就凭你，我他妈站着让你砍，你也砍不出来。哦，是吗？那要试试才知道。王爷，对付这些土鸡瓦狗，何须您亲自出手？北凉特战兵，拿出众生平等！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做物理超度！太子殿下，这才10个人啊！太子殿下，真的没有别的人手了吗？这10个人恐怕不够。对付他们绰绰有余。绰绰有余？你乱计时！你搞笑来的吗？后皇，这些人儿臣在北凉见过，我大周一一击败的北凉军，被他虚张狗食，我连骑射都讲，看为了一口吃的打了起来，像是这样子。预料之中，料他也成不了什么大事。剑盾兵，出手！难道李子业真的不堪大用？搞了半天，你们最后的底牌竟是区区10个人。
本宫真不知道是该夸你们天真呢，还是骂你们愚蠢。人，你是知道自己必败无疑，还要拉上这最后之人，陪你共赴黄泉吧。师爷，太年轻了。如果这次能做足准备，哪怕是带上1000北凉军，朕也有所忌惮。可是你就带这么几个人，仅仅拿着大号的暗器，就以为要大杀四方，可笑至极呀！对付你们这些垃圾，带10个人已经是看得起你们了。对，听到了吗？就是李子业这个不可一世、狂妄自大的家伙，也想夺权，也想夺权。你贼！朕王今日朕多次给你们机会，你们既然执迷不悟，那就别怪朕不讲情面了。将士们，给朕诛杀叛贼！凡取镇北王首级者，朕授官至1品。凡斩杀反贼李子业者，朕赏黄金10000两。北凉特战队全体听令，准备好开火！子业，皇子这些年来的屈辱，今日终于抚平。这些人呐，必死无疑。这便是乱臣贼子的下场。小女是无辜的，大家动手的时候千万不要误伤到小女啊！开火！这怎么可能呢？那暗器居然能轻松破开剑盾兵的防御！还好，小雨没事。不过短短3日，这些北凉士兵的杀伤力竟然成倍增长到如此地步，难道只是因为配备了这些武器？太子殿下，这些武器简直太厉害了，简直是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还好，起操罢了。狗皇帝还不滚下来啊！忙什么？一群废物！这一切，朕早在意料之中。李子业，你的确有些能耐，不过仅限于此了。朕看得清清楚，你那些暗器已基本发射完毕，接下来朕要看你如何应对。弓箭手！虽然这些弓箭手不足为惧，只需要拿出秘密武器就可以同时击杀，但老子突然想到了一个更有趣的玩法，我得先试探一番。弓箭手？什么父皇？你怎么竟然有后手？哎，儿臣真是自愧不如啊！父皇，你难道对儿臣的这些武器一点都不心动吗？儿臣愿意奉上这一切，换一个全身而退。现在知道拿快啊，来换命啊！完了！李子业，你当暗器图纸是什么稀世珍宝吗？只有你李子业有，本宫早就搞到手。不止，爱妃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快呈上来，给朕看看。老子离开京城前假意错漏给李婵英的武器图纸，还真被那废物阉狗给偷出来了。再激他一记，让他当场拿出来。哎呀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些图纸本太子藏得极为隐蔽，你不可能找到的。不信，本宫今天就让你这个废物彻底死心。李婵英，把东西填上。来呀！哟，还真是老子之前埋的这颗定时炸弹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哎呀，李婵英啊，李婵英，我多么的相信你啊！你竟然背叛了我！你竟然背叛了我！太子殿下演技一流，他明明告诉过本宫，这盒子里是炸弹，不是图纸。太子殿下已经穷不必见，无路可退了，你还是好好担心你自己吧。李婵英，当日三皇子弃你于不顾，
还是太子殿下好心收留了你？你还是不是人？大家只选最正确的路，只选最强的人。三皇，老奴不如使命，将李子业所藏的暗器图纸给他抽回来了。以后咱们可以自己造手雷和 AK47 了。李总管，这可是王子来，竟将本皇子妃妃的事办得如此漂亮。长河，不愧是吾儿，此事做得甚好。真废王，李子业，你们做梦都没想到吧？这暗器的图纸，最后会落在本皇子的手里。意外，简直太意外了！不行，老子还得再添一把火，让那个傻逼等不及，立刻打开盒子，引爆炸弹。李长河，你休想骗我！你拿个盒子就说是武器图纸，你骗谁呢？你把在座的所有人都当傻子了吗？这里面根本就不是武器图纸！谁偷看谁是小狗，他们就是鬼吧！我真想让本皇子回来。李子业，皇子这就拿出图纸让你看看。哎呀，三皇子，这个好像不是图纸。这声音好像不对呀。确定没有拿错？这老奴亲眼所见，这李子业将这图纸放在河里了。嘿，一群白痴！厉差爷，你赶紧把盒子给我，这里面恐怕有诈碍。完了，要露馅了！李长河，你这个废物竟然真的偷了武器图纸！不想死的话，赶紧给老子还回来！不能救我！厉差爷，赶紧扔出去！还不能扔呢！给我说啊！有一个机关，打开这个机关，拿到图纸，我冰雪聪明，认得到我。厉差爷，赶紧扔出去！扔出去！长河，快把盒子扔出去！这个不好。死期已至，是时候上路喽！走喽！众位娘娘，点！长河，你没事吧？李子业，你个逆贼！你以为躲在怪物中就安然无恙了吗？今日这连那怪物一起斩杀！弓箭手，放箭！太子殿下，怎么办啊？一旦躲进了这个巨物里面，我们就变成了活靶子；一旦他们火攻，我们就死定了。太子殿下，这么被动防守也不是个办法。这样，等他们第一轮骑射完毕，我让这个杀出去，你们千万不要出来。哎呀，王爷、子嗣，不要担心了，本太子的秘密武器还没有寄出来呢，看好了，太子殿下，这是何物啊？无人机。无人机？本王为什么没有看出任何过人之处？接着看便是了。这怪物皮太厚，放箭，放燃烧箭。太
太子殿下，这些武器简直是太厉害了，简直就是神兵天将，简直是太帅了。帅吧？一点小帅而已嘛。太子殿下，虽然你的武器如同神机，轻松剿灭御林军，但是蛮族可不一样，他们的士兵久经沙场，而且人数百万之巨。拓跋菩萨武艺更是高强，号称蛮族战神。他亲率100万大军南下，唯有集大周之力才可抵御。殿下万万不可掉以轻心。王爷，有个概念我得让你扭转。什么概念？现代的战争拼的从来不是什么人数，而是高科技。高科技？没错，别说是蛮族的100万大军，就是1000万，像他们这种横刀跨马的，本太子都不会，只手可。太子殿下为何如此自信？过几日太子让你们好好见识见识。镇北王，你放心好了，太子殿下最厉害了，他说可以就一定可以的。还是思思聪明啊！北凉特战队听令，随本太子一起上去捉拿那昏君。陛下，您放心好了，李子业得位不正，就是谋反，就算控制住了我等，我也绝不屈服。没错，陛下，我大周拥有北凉36城，13路诸侯，他们盘踞一方，手握重兵，一旦知晓京城之事，必然会率兵诛贼的。陛下，镇北王勾结李子业，你真是大逆不道！李子业来了，为谁与他拼命？对，与他拼命，拼命！拼命！好，朕自有办法。陛下，这是……没错，这是那儿在太和殿李子业扔下的没有爆炸的手雷，这个逆子将长河炸得半死不活。朕今日让你知道这被炸的滋味。一旦接近李子业，再引爆手雷，就必死无疑。你们还有翻身的机会。这手雷将如何使用？上次镇北王演示过，今日朕教大家。刚才你们一个个不是喊着要拼命吗？谁先来？说啊！陛下，此事臣可以来。好，谁要这么忠心耿耿的效忠于我父皇啊？还要跟我同归于尽？你不是我啊？你不是我，那就是你。冤枉！父皇，你看看，当了这么久的皇帝，没有一个人肯为你卖命的啊！这真够窝囊的。李子业，逆子！就算你当上了皇帝，那又如何？这天下人谁会服你？父皇，这个你就别放在心上了。放心，本太子向来都是以礼服人的，很快我就会让他们都臣服于我。好一个以礼服人！李子业，你残害兄弟手足，傲慢不逊，你哪里知礼了？我若是你，早就羞愧。李子业，你不是说要以礼服人吗？言不合就暗器，你这是哪门子的礼？老子手中的 AK 就是真理。怎么样，父皇？现在真理就掌握在儿子的手中。也就一个人臣服你而已。李子业，若是你有本事，让文武百官全部臣服于你。看来你对你的官员很有自信啊。那当然。王爷，你觉得他们会臣服于本太子吗？历史上总有那么几个硬骨头，常常为了名留青史会以死相见。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会臣服的。你呢，思思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虽然都这么说，但本太子不这么认为。历史上所有的硬骨头都是在赌他们不会死，但今天本太子不答应。哎，所有的北凉特战队听令！大胆李子业，你动手试试！难不成你要杀光文武百官？你拿这些威胁本宫，本宫是绝对……瞄准！我数3声，不跪下来的人全体射杀。1。太子殿下，本宫打小就觉得您是人中龙凤，以后必定是大有作为。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我愿意侍奉在您左右。本太子也这么认为的，还是庄贵妃识时务啊。哎呀！
子业，数啊，数啊！徐丞相是我大周最坚硬的脊梁骨，他绝对不会下跪的。没错，本丞相一生只效忠当朝皇帝，其他人想要本丞相下跪，绝无可能。这徐丞相虽然眼下选择了李乾的昏君，但忠心方面真是没得说。徐大人不愧是朕最信任的臣子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你。这么好的机会，动手吧！殿下小心，爹快放下，别乱来！逆子，你死定了！徐大人，快动手吧！殿下，您在说什么？太子殿下可是老臣的亲女婿，你怎么能让我杀他？徐忠谷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太子殿下，徐忠谷一生只效忠皇权，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臣提议今日您就登基大宝，执掌大周，这样臣马上就可以效忠于您。臣恳请太子殿下今日登基。臣恳请太子殿下今日登基。臣恳请殿下今日登基。臣恳请太子殿下今日登基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免礼平身。谢陛下。臣已为陛下选定良辰吉日，举办登基大典。梁蛮战争尚未结束，百万蛮军虎视眈眈，朕无心操办登基大典。就算你暂时夺得皇位，那又如何？蛮族全民皆兵，人人骁勇善战。大周与蛮族之战，每场都是血流成河。你就是一个废人，闭嘴吧！不久前你在北凉所做之事，蛮族使臣数日前已抵达京城，他们找你兴师问罪来了。哦，那让他们滚进来。你就是大周皇帝，拓跋王爷有令，大周若是不想亡国，即刻割让北凉36城，献出黄金珠宝1万箱，妙龄少女10万，并且诛杀李子业，将其挂在城楼上示众。刚才说要诛杀谁？大周皇帝岂敢使用暗器偷袭本使者？大周任想亡国吗？朕在问你话呢。杀李子业，将其首级挂在城楼上示众。你刚才说诛杀谁？大声点儿！李子业，没有人跟你说过，朕就是李子业吗？住手！李子业，你就是杀了蛮族使臣，他日蛮族100万大军南下，再也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。大周完了，大周要完在你的手中了。李子业，你真是昏庸无能，连最后和蛮族求和的机会都被你白白的葬送了。大周完了，大周要毁在你的手上了。众爱卿，刚才这蛮狗所说的话，你们怎么看？你先说。陛下怎么看，臣就怎么看。你呢？臣也听陛下的。朕知道，你们这当中有很多人都活在蛮族的阴影之下，一遇到战争，不是和亲就是割地赔偿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朕坐上这龙椅这刻开始，朕只让你们搞清楚一件事：之前的皇帝是怎么样的，朕不管。朕的大周，不割地，不赔偿，不和亲，不纳贡，天子守城门，
君王死社稷，区区的100万蛮军，这根本就没放在眼里。传令下去，所有我大周的文武百官前去北凉的前线，还有带上这2个废物，朕要让他们亲眼看到朕是如何屠杀这100万蛮军的。陛下威武！陛下，和平炮已经在路上。陛下，这就是您说的和平炮。没错，这就是和平炮，每一颗的战斗量是10万当量，轻轻松松就可以灭掉10万蛮寇。10万，大言不惭！长河说的没错，这些铁疙瘩如此巨大沉重，作为万斤以上，大周就根本没有承受这个重量的能力。逆子，我看你是黔驴技穷，想让所有人为你陪葬。你们2个井底之蛙真是无知啊！啊，谁告诉你和平炮是用投石器投射的？我李子业，大周灭亡在即，你还强词夺理？现在出城投降，再献上你的项上人头，说不定大周还有一丝活路。李子业，你多钱也就算了，你当真要葬送大周的江山？都看本王作甚！本王无条件支持陛下。而今赶来永安城的援军只有区区不到5万，除了独一把外，根本没有其他办法。若是真出意外，本王只能先想办法保护陛下安危了。至于这些人，死便死了。好，所有人随朕前去永安城楼外，看朕是如何屠杀这100万蛮狗的。报告陛下，陛下，北凉特战队成员已经全部按照您的意思，将这些和平大炮运到了指定位置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便可开炮。好，太好了，看来这几日的训练没白费啊，他们下手挺快的。王爷呀，王爷，这蛮族大军什么时候到啊？本王等的都不耐烦了。好啊，李子业，果然没安好心，都大祸临头了，还沉迷女色，甚至你还盼着蛮族大军攻城，巴不得大周早就灭亡。李子业，诸位，现在一起上，将他拿下，先期首级，我们都还有一线生机。虚众，长河，是何居心？如今两蛮大战，你竟敢在此扰乱军心，蛊惑我大周重臣！陛下，区区蛮族，老臣从未将他们放在眼里。打得好啊，徐丞相啊，骂得更好。我告诉你们，就看朕如何一只手就屠杀他蛮狗。启禀陛下，启禀镇北王，蛮族大军异动，正朝永安城西来。拓跋菩萨带领敌军，马上就要出现在永安城下了。拓跋菩萨来了，只要他愿意，一人便可杀上这陈楼之上。好啊，李子业，大周的江山要会在你的手中。陛下，本王已经感受到拓跋菩萨的气息了，您不必担心，本王这就出城，亲自迎战拓跋菩萨，他上不上来？王爷，末将与您一同前去。陛下，现在得赶紧派全城的北凉兵出城迎战啊！陛下，我们是撤退为妙，就让那几万北凉军拖一下时间。正所谓
留在青山塞，不怕没柴烧。撤出元城，令天下诸侯派出援军，我们还是有机会翻盘的呀。没错，如果今天我们都死在这里，那就全完了。陛下三思啊！陛下三思啊！怎么？你们的意思是让我放弃这永安城了啊？啊？让我北凉的士兵当肉盾是吗？让我大周的疆域拱手相让，让朕临阵脱逃是吧？微臣不敢，不敢就都给我把嘴闭上，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了，看我是怎样屠杀这100万蛮军的！死到临头了，还如此狂妄，幸好朕早有准备。只是这安插在北凉军中的暗桩，为何还没信号？来了，进来。李乾，你的人怎么跟拓跋狂在一起？怎么，你是想谋反吗？哼，谋反？真正谋反的人是你和那逆子才对。这些军官永远都是朕的人，朕才是皇室正统。你们都是乱臣贼子。正统？皇室正统会和蛮军勾结？那只是朕的权宜之计罢了。如今两蛮双方兵力悬殊，镇北王，你喝了这个逆子多少迷魂药？朕极力反抗蛮族100万大军。幸好朕早有打算，通过暗号向朕之前安插在北凉的暗桩秘密求援，再与拓跋菩萨暗中通信，愿献上李子业首级，然后换取大周一个归顺蛮族的机会，不然大周必亡。归属蛮族？如今拓跋菩萨弟子拓跋狂亲自前来见证，只要你取出那逆子的首级，臣服于蛮族，我们都有活的机会。朕所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大周继续传承。请王爷诛杀逆贼，求和蛮族。请王爷诛杀逆贼，求和蛮族。李子业，你这个混蛋，上次敢在背后偷袭老子，怎么样？众叛亲离的感觉如何？直接诛杀你，太便宜你了。老子要剁掉你的四肢，让你眼睁睁的看着肆意玩弄你的女人。你妈傻逼！上次没炸死你算你幸运，还他妈敢来，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啊！你们刚才是怎么说的啊？李子业，你疯了！你彻底疯了！你杀了拓跋狂，大周来求和就没有任何机会了，大周必亡，我等必死啊！老东西，你死定了，这我是知道的。但我告诉你，我和大周不会死，就凭你的铁疙瘩吗？对，就凭这铁疙瘩，今天让你见识见识。哎，北凉特战队听令，开炮！太好了！王爷可还记得我们的赌约啊？啊，当日在北凉，王爷可是亲口跟朕说，若朕的士兵真的能在战场上夷敌千的话，你就嫁给朕。怎么，王爷不会要食言吧？